哦，我前时抓菜吼，已经有45档啊啦。等下，你才38岁，你讲40档？那这个讲，我嘛感觉我38岁。我要个讲哦，我要甲大家讲保存哦，这青花仔菜方法啦。哎呦，我讲你规粒买回来吼，你是千万唔好吃呢，你规粒安尼烤咧，洗。摇吼，加油，加免油，兼运动啦，甲咱一寡菜汤啦，也是迄垃圾的面，冲冲浸一下，互拢冲出来，安尼若咱客起来，较一蕊吼，甲切落开，吼安尼细切落开，然后上重要用一个水，烧水，香滚的水，咱吼咱个拿一点仔盐花啊，点仔盐花，这盐足好用哦，咱盐花啊落。你甲撒30秒就好，袂使撒伤久。撒好的时阵啊，咱甲和起来，和起来，等落冷。冷的时阵吼，咱甲摕咱这吼，我讲我已经吼，用迄先传好啊。我传好啊。落在保鲜袋内底。保鲜袋内底哦。然后咱来甲空气气要出来。气出来，包好，安尼，咱就放在冷冻库。咱若要食偌济，摕偌济起来，你足方便呢。